啲安利會好有生意。一樣有收賺嘅死啊！你話最賺錢係咩啊？最貴租嘅最貴租最賺錢，而家就平租都賺人啊嘛！你14年翻嚟香港嘅時候啊，三人嗰陣時話嘛。
細路仔都講過嗰啲買菜嗰啲大媽全部講潮州話嘅。因為嗰啲做我知開間嗰啲大媽，你當7年都俾佢做政府啊，啱都咁嚟做啦，啲客工啊。以前俾到7年俾到做嘢咁樣，而家房屋處都簽個外包㗎嘛，啲請晒你嗰啲大陸人㗎，知美國7年嗰啲